有邊個會估到，一首甜蜜蜜甜透咗成個華人世界嘅一代歌后鄧麗君，佢嘅生命居然會喺42歲嗰年猝然畫上句號。更加令人想唔通嘅係，佢魂斷清邁嘅背後，竟然充斥住無數令人心寒嘅疑點。當中最令人起疑嘅，就係佢嗰個後生過佢15年嘅法國男朋友保羅。喺鄧麗君面臨生死一刻，痛苦掙扎嘅時候，呢個口口聲聲話愛佢嘅男人，竟然喺出面買生果。更離奇嘅係，當佢返到酒店，得知女朋友已經被送去醫院搶救，佢第一反應唔係發癲咁衝去醫院，而係施施然返入房大覺。究竟呢個保羅背後隱藏住啲咩不可告人嘅秘密？到底嗰日喺清邁皇家美平酒店嘅1502號總統套房入面發生咗啲咩事？今日我就同大家逐層剝開呢個深埋咗30幾年嘅泰國度假最後真相。要講清楚呢件事，我哋要將時間倒返去1995年嘅5月8號。嗰日下晝大約4點幾，清邁皇家美平酒店嘅15樓行廊突然傳出斷斷續續、極度痛苦嘅求救聲。酒店嘅清潔工同服務生聽到聲之後跑過去，結果俾眼前嘅景象嚇到呆咗。平時高貴優雅嘅鄧麗君，竟然面色蒼白，成身汗晒咁跌喺地下，用盡最後一絲力氣，一邊拍門一邊大嗌媽咪媽咪。佢當時哮喘劇烈發作，呼吸已經極度困難。酒店職員見到咁嘅情況，即刻手忙腳亂咁幫佢急救，仲攞埋擴張劑俾佢吸，但都係無濟於事。情況越嚟越危急，酒店方面當機立斷，即刻安排車將鄧麗君送去附近嘅蘭姆醫院。但係偏偏天意弄人，嗰日下晝清邁市中心嘅交通塞車塞得好犀利，原本10零分鐘嘅車程，足足賽咗就快大個鐘。喺救護車上面，鄧麗君因為長期缺氧，面色由白轉青，心跳甚至一度停止。雖然去到醫院之後，醫生進行咗全力搶救，甚至打咗強心針，但最後喺下晝5點30分，醫生無奈咁宣布鄧麗君搶救無效死亡，終年42歲。呢個消息一傳出，成個華人社會地動山搖，大家除咗傷心之外，好快就將聚焦點擺咗喺一個人身上，嗰個就是鄧麗君嘅法籍男友保羅。點解？因為從鄧麗君發病、送院到最後死亡，呢個最親密嘅枕邊人，竟然由頭到尾都冇出現過。直到當晚大約7點幾，保羅先至悠哉悠哉咁返到酒店。當大堂經理面色凝重咁同佢講你條女哮喘發作，已經送咗去醫院搶救嘅時候，你估呢個男朋友有咩反應？正常人聽到呢啲噩耗，就算唔當場崩潰，都一定會即刻追問喺邊間醫院，依家情況點樣，然後發癲咁坐車衝過去啦。但係保羅冇，佢聽完之後竟然好冷漠，好似聽緊一件同自己無關嘅事咁，只係我咗一聲，然後直接坐電梯返房。更加令人費解嘅係，佢返到1502號房之後，居然倒頭大睡，一瞓就瞓到第二日。呢種冷血同反常嘅反應，直情違背咗正常人類嘅情感邏輯。連當時辦案嘅泰國警方同醫院嘅醫護人員都覺得呢個人極度可疑。隨住警方深入調查，更加多嘅細節流出，大家發現呢個法國男人身上嘅疑點，簡直好似雪球咁越滾越大。第一個最大嘅疑點就係鄧麗君屍體上面嘅傷痕。根據當時參與搶救嘅醫院醫生透露，鄧麗君被送入醫院嘅時候，佢嘅左邊面頰上面有一個好明顯呈巴掌印形狀嘅紅腫傷痕。呢個細節非同小可。如果只係單純嘅哮喘發作，面部點會無啦啦多咗個手掌印？呢個印記究竟係病發前同人發生過激烈爭執，被人生生兜巴星打落去嘅痕跡，仲係另有納情？當時好多媒體同歌迷都懷疑喺鄧麗君發病前，佢同保羅喺房入面大吵大鬧過，甚至發展到動手。要知道，哮喘呢種病最忌情緒激動，一旦情緒失控，呼吸急促，就極之容易引發致命嘅急性發作。如果保羅真係打過鄧麗君，或者用言語嚴重刺激過佢，導致佢哮喘發作，咁保羅喺法律同道義上都逃不掉責任。第二個疑點就係保羅喺鄧麗君病發期間嘅動向。保羅事後同警方講，佢下晝3點幾出咗去買生果，所以唔知房入面發生咩事。
但係有酒店員工透露，保羅嗰日出門嘅時間同神態都好古怪。1502號房係總統套房，隔音非常好。鄧麗君喺房入面由開始感到不適，到最後要爬出門口求救，中間一定有一段時間。有傳聞甚至話，其實保羅出門之前，鄧麗君已經開始有發病嘅跡象，但保羅依然選擇掉低佢出街。呢種將患有重病嘅女友獨自留喺房嘅行為，本身就充滿咗不負責任嘅盲點。第三個疑點，亦都係最令全台灣同香港執法部門震驚嘅，就係保羅對屍體剖驗嘅態度。當鄧麗君不幸離世之後，台灣嘅家屬同泰國警方都希望可以透過法醫解剖屍體，徹底查明真正嘅死因，尤其是要整清楚面部嗰個掌印到底點嚟。但係作為男朋友嘅保羅，竟然情緒極度激動，堅決反對解剖。佢甚至喺死亡證明書上面簽字，寫明拒絕屍體解剖，要求保持遺體完整。喺法律層面上，保羅當時其實並非鄧麗君嘅合法丈夫，按道理佢無權阻止家屬要求解剖嘅決定。但由於佢當時嘅態度強硬，加上種種繁雜嘅外交同涉外手續，最終鄧麗君嘅遺體冇進行到病理剖驗，就被運返台灣安葬。呢個舉動喺好多人眼中，簡直就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保羅究竟喺度驚緊啲咩？佢係咪驚解剖會驗出啲咩藥物成分，定係驚暴露咗一啲唔可以見光嘅秘密？要解開呢些謎團，我哋必須要深入去睇下鄧麗君同保羅呢一段長達5年極不對等嘅姐弟戀。1990年，37歲嘅鄧麗君經歷咗人生嘅幾段感情創傷，包括同馬來西亞富商郭孔成嗰段去到談婚論嫁，最終卻因為對方家族屈辱性條件而悔婚嘅戀情。心灰意冷嘅佢，決定移居法國巴黎，過一啲平淡無人打擾嘅隱居生活。正正就喺巴黎嘅一間爵士酒吧入面，佢認識咗比佢細15年，當時只有22歲嘅法國攝影師保羅。當時嘅保羅留住一頭長髮，浪蕩不羈，充滿咗所謂嘅藝術家氣質。最重要嘅係，保羅當時根本唔知眼前呢個東方女人，竟然是紅透半邊天、身家過億嘅亞洲歌后。喺保羅眼中，佢只是一個溫柔、大方、幾有錢嘅中國女人。而對於此時極度缺乏愛同安全感嘅鄧麗君嚟講，保羅嘅年輕、活力同埋那種唔知佢身份嘅純粹交往，恰恰治癒咗佢受傷嘅心。於是兩個人好快就喺埋一齊。鄧麗君對呢個小男友可以話係寵愛有加，甚至去到溺愛嘅地步。保羅想玩攝影，鄧麗君就豪擲200幾萬港幣，幫佢買最頂級嘅相機鏡頭同暗房設備。保羅中意跑車，鄧麗君就買法國名車送俾佢。兩個人出入高級餐廳，去世界各地度假，所有嘅開支、機票、酒店，全部分毫不差，由鄧麗君一個人買單。但係呢種金錢同地位極度懸殊嘅關係，好快就為日後嘅悲劇埋下咗禍根。保羅雖然享受住鄧麗君提供嘅富裕生活，但男人嘅自尊心又令佢覺得自己好似一個被包養嘅軟飯王。加上兩個人有15年嘅年齡差距，文化背景又完全唔同，時間一耐，矛盾就開始浮現。根據鄧麗君生前嘅好朋友透露，保羅嘅脾氣其實好暴躁，性格非常任性，好似一個長唔大嘅蘇。佢哋喺法國隱居嘅時候，經常因為一啲芝麻綠豆嘅小事炒大鑊。鄧麗君雖然表面上遷就佢，但私底下其實承受住好大嘅精神壓力。去到1994年底，鄧麗君嘅身體狀況開始走下坡。佢長期患有感冒同支氣管炎，加上工作勞碌，免疫力變差，哮喘病發作得越來越頻密。為咗靜養，鄧麗君聽從醫生嘅建議，選擇咗去空氣清新、氣候溫和，而且比較少華人認得佢嘅泰國清邁度假。佢萬萬無想到，呢個被譽為泰北玫瑰嘅清幽小城，最後會變成佢嘅葬身之地。喺清邁皇家美平酒店住嘅嗰幾個月入面，房門背後嘅真相到底係點樣嘅呢？有清邁當地嘅知情人士後來透露，其實喺出事之前嘅嗰幾日，1502號房入面經常傳出爭吵聲。鄧麗君因為身體唔舒服，心情本身就已經好沉重，而保羅依然故我，整天掛住出去玩，或者沉迷喺自己嘅攝影世界入面，對女朋友缺乏細心嘅照顧，
有一種推測喺坊間流傳得好勁，就是出事當日下晝，兩個人又因為某啲事發生咗激烈嘅口角。保羅喺憤怒之下，可能出手打咗鄧麗君一巴掌，然後拂袖而去，藉口話出去買生果。鄧麗君被氣得渾身發抖，情緒崩潰之下，誘發咗體內潛伏嘅嚴重哮喘。當哮喘急性發作嘅時候，人會陷入一種極度恐慌嘅狀態。鄧麗君想去拿藥，但可能因為驚慌或者體力不支，藥瓶跌落地下或者根本找不到。房入面無人幫佢，佢只能用盡最後嘅力氣爬去門口，拍門向外面嘅人求救。可惜，當清潔工發現佢嘅時候，黃金嘅搶救時間已經被耽誤咗。至於保羅返到酒店之後嗰種冷漠嘅表現，有人分析佢當時可能處於一種極度震驚同害怕嘅心理防禦狀態。佢知道自己出門前同鄧麗君嘈過交，甚至動過手，佢驚承擔法律責任，更加驚面對華人世界無窮無盡嘅輿論譴責。所以佢選擇用逃避同扮唔知嚟麻木自己，返房睡覺。他拒絕解剖遺體，好大程度上也是想快點將這件事蓋過去，不讓法醫找出任何對他不利嘅證據。鄧麗君離世之後，保羅嘅行為更加錯實咗大家對佢軟飯王同冷血嘅指控。喺鄧麗君嘅公眾追思會同葬禮上面，呢個相伴咗佢5年嘅男朋友竟然完全無出席。他甚至無送上一尊花圈，好似這個人從來無喺鄧麗君嘅生命中出現過一樣。相反，在鄧麗君死後，保羅依然喺鄧麗君位於香港赤柱嘅豪宅入面，厚顏無恥咁住咗足足3年。喺呢3年入面，他靠住鄧麗君遺產伸延出嚟嘅資源生活，整天飲酒度日，偶爾面對媒體嘅採訪，佢仲要擺出一副心情款款，走唔出陰霾嘅樣。直到後來，鄧麗君嘅哥哥鄧長安實在睇唔過去，態度強硬咁將佢趕走，保羅先至死死地氣咁返回法國。回到法國之後嘅保羅，好快就將鄧麗君拋諸腦後。佢娶咗一個法國女人做老婆，生咗2個仔女，過返平凡人嘅生活。當有西方記者去採訪佢，問起當年同亞洲歌后嘅那段情時，他竟然好平淡咁話那只是一段過去嘅戀情，言語之中無咗一絲當初嘅愧疚同眷戀。一代歌后將自己生命最後5年嘅青春、金錢同毫無保留嘅愛，全部傾注喺呢個外國男人身上，但換返嚟嘅卻是病發時嘅孤立無援，死後臉上留下嘅神秘掌印，以及愛人頭也不回嘅冷漠。當然，時隔30幾年，隨住美平酒店嘅翻新改建，當年1502號房嘅痕跡已經漸漸被歲月抹去。泰國官方給出嘅死因，永遠定格喺支氣管哮喘發作引起的心臟衰竭。既然遺體無解剖，法律上保羅就永遠是一個無罪之人。但係公道自在人心，保羅背後隱藏嘅秘密，到底是蓄意謀殺、過失致死，仲係純粹嘅冷漠無情？雖然我哋依家已經無法透過醫學手段去證實，但透過他當日返酒店大叫、拒絕解剖、缺席葬禮、佔領豪宅呢一系列嘅荒誕行為，答案其實已經呼之欲出。鄧麗君用佢溫柔細膩嘅歌聲，治癒咗幾代華人嘅心靈，但佢自己嘅一生卻活得太攰、太坎坷，感情路上屢屢受創，最後客死異鄉，身邊仲要圍繞住咁多未解嘅謎團。或許對佢嚟講，在42歲嗰年匆匆離去，擺脫世間嘅紛紛擾擾同感情欺騙，去到另一個世界繼續唱歌，未嘗不是一種解脫。呢個清邁皇家美平酒店1502號房嘅最後真相，帶走咗一個時代嘅眼淚。每當我哋再次聽返但願人長久或者月亮代表我的心嘅時候，除了品味歌聲入面嘅甜蜜同哀傷，或者亦都會為呢位傳奇歌后在泰國度假嘅那最後一幕發出一聲長長嘅嘆息。